再嚟睇睇呢隻個股微軟 Microsoft 喺今日凌晨亦都公布咗佢嘅財報，咁佢財報亦都非常之靚麗，佢嘅雲端嘅算力已經開始賺錢啦，特別係佢喺半年度佢嘅營收，即係雲計算，即係 AZM 嗰方面嘅營業收入已經去到1000個億美金，已經超過1000億美金。呢個喺舊年嚟講嘅話，仲未夠碼去賺錢，因為舊年仲係大量投入嘅，但係今年佢資本投入咧增長嘅幅度不及舊年，係咪講呢間公司唔再投入咧？唔係，因為佢嘅算力方面嘅租賃咧已經超過1300億美金嘅算力租賃啦，即係租人哋嘅算力啊，花1300個億去租人哋嘅算力，自己亦都喺度建設算力嘅中心。所以呢間公司首先佢自己有個底子，即係個底座喺度，然後再去租人哋嘅算力。咁呢啲算力佢明白係用喺推理算力嘅，所以佢嘅 Copilot 咧，目前佢嘅訂閱用戶大概去到3000萬左右，即係 Copilot 佢自己嘅大模型啊，3000萬左右嘅訂閱量。但係另外佢仲有一個收購咗 GitHub 噶嘛 ，GitHub 有5000萬嘅訂閱量，5000萬啊！咁大嘅訂閱嘅人數嘅話，再加埋佢 Copilot 本身有3000萬嘅訂閱嘅人數，咁呢一個人數咧嘅增長幅度係舊年嘅大概增長咗40幾個 percent， 呢個幅度非常之大。另外就係佢財報嘅積壓嘅訂單同比增長咗84個 percent， 即係佢依家即係預收翻嚟呢賬款或者賬單已經係今年唔使受啦，明年基本上上半年都唔使受啦，所以佢啲訂單已經超出市場嘅預期好多。舊年積壓嘅訂單先幾多，增長幾多咧？10幾咋，今年忽然間增長咗80幾喎，係咪先？講明咩？講明佢呢增長嘅訂單係喺佢軟體科技喺佢嘅 AI 呢方面不斷咁增長嘅。另外軟體SaaS當前所盈利價值嘅回歸，點解話係回歸咧？佢可以講係全球最大嘅軟體 SaaS 個股嘅平台公司嚟嘅，大家平時所用嘅Windows 係佢嘅，Office 係佢嘅，你哋用嘅好多嘅企業型嘅嗰啲數據安全都係佢嘅，係咪先 ？Copilot 係佢嘅 ，GitHub 係佢嘅，所以佢係屬於一個平台型嘅，所以我好多嘅企業咧會將自己嘅數據啊、安全啊、郵箱啊、個人嘅信息啊，可能全部交晒俾呢個 Microsoft， 相當於我哋內地嘅騰訊控股嘅，所以佢掌握住差唔多全球嘅大部分人嘅數據，所以佢要訓練呢啲大模型出嚟嘅話，佢嘅速度會比人哋快好多，佢訓練嘅智能程度亦都會比其他人快好多。佢暫時限制佢嘅就係算力啫。咁第四點，最低估嘅科技巨頭嚟嘅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依家先20幾倍嘅估值，21倍左右估值，非常之低。有價值回歸嘅潛力，咁回歸嘅話，回歸到歷史嘅平均值大概係28倍左右，28倍嘅 P， 依家係21倍，咁去到28倍嘅話，仲有7倍嘅 P 增長啊嘛，係咪先 ？OK， 再嚟睇睇佢嘅技術面嘅形態 ，Microsoft 技術面嘅形態喺呢一段行情當中不斷咁喺度蓄勢，點解話喺呢度蓄勢咧？跟住落嚟嘅話，呢度係60日均線，所以大家見到啦 ，Microsoft 又好，金蝶國際又好，都係面臨住呢個中期均線嘅壓力位。呢個壓力位一破，意味住成個趨勢可能會面臨突破。咁佢因為凌晨公布咗呢個財報啦嘛，財報比較靚仔啲嘅，所以佢盤前已經升咗幾多啊？盤前已經升咗9%啦，所以9% 已經去到426蚊，去到呢個位置啦。去到呢個位置嘅話，係咪已經超過咗呢條60日均線啦？咁成交量會唔會放大呢？大家今晚可以拭目以待。我覺得呢個成交量一定會放大。咁靚仔嘅財報唔放大成交量，有啲講唔過去，係咪先？當然亦都有可能，如果納斯達克呢啲指數會繼續調整，會唔會將佢拉翻落嚟少少呢？我覺得拉翻落嚟少少問題都唔大。成交量放大，而且係盤前咁大幅度嘅高開嘅話，肯定盤前已經好多資金參與咗入嚟，而且佢嘅盈利能力不斷咁增強，意味住佢嘅估值不斷咁降低，
所以你哋依家所見到嘅21倍嘅 PE 並唔係話永遠都有21倍，因為佢盈利能力增強嘅話，意味住過多一兩個季度，可能佢嘅估值跌到幾多？跌到10幾倍啦。即使去到呢個平均嘅估值，平均估值28倍 PE，OK， 咁你哋自己計啦，21倍到28倍，起碼仲有30%嘅空間增長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從呢個位置，今日即使佢升咗10%，起碼後邊仲有20%嘅增幅啊嘛，所以呢個空間亦都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嘅。當然，目前俾到呢個相對嚟講比較保守嘅壓力位。433蚊到450蚊呢個壓力位，呢個我覺得唔係重要嘅壓力位。點解咁講呢？嚟俾你哋睇睇，佢個行情圖喺呢個位置430到450呢個位置附近，430喺呢度，450喺呢度，就差唔多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堆積咗有幾多成交量呢？好少，所以你見到喺呢度得3條 K 線啫，3、4條 K 線，佢嘅成交量冇明顯嘅放大喎，反而喺呢個位置有明顯嘅資金入場，係咪先？呢一條 K 線嘅成交量就頂咗差唔多呢度3條 K 線嘅成交量，所以呢度嘅壓力位唔算話好強。430到450呢個位置呢個壓力位唔算話好強壓力位，但係可能去到呢度會有少少嘅調整，再升翻第二波行情。所以呢度係上升嘅第一浪，調整第二浪，再升主升浪第三浪。咁主升浪第三浪嘅空間一般會超過第一浪同埋第五浪，因為波浪理論入邊有一句咁嘅話，第三浪一般唔係最短嘅一浪，所以一般會超過第一浪。如果第一浪從呢度350升到450嘅話，升咗100蚊 ，OK， 即使佢調整到400蚊，我再計呢個空間，亦都有仲有最少100蚊嘅空間係嘛？因為呢度升咗100啊嘛。第三浪唔係最細嘅浪，咁最少100蚊嘅升幅，係咪先？所以預期嘅空間應該去到超過500蚊，就係呢個壓力位，亦都俾大家做一個短期嘅短線嘅提醒，好唔好 ？OK， 呢度係第二隻個股，仲有第三隻好重要啦啊！呢度從我哋嘅指標亦都可以睇出嚟，我哋呢個指標亦都有趨勢，超級趨勢。咁呢個超級趨勢嘅話，可以見到目前係處於咩位置咧？係多個位置，呢個階段係處於多個位置，係咪先？